2個月，足夠宮裡風雲變化幾回了。王兒落地前，大王若仍恼怒于我，就算这孩子生下来，也不会讨大王欢心。现在想想，芈月当日攔着我，也真是一片好心。芈月呢？她怎么没来看我？平日里我有什麼事情，她都在我身邊與我商量的。哦，也是。大王不讓任何人進入教坊殿，也把月妹妹擋在外頭，這可怎麼辦啊？玳瑁姑姑，这是王后賞給你的。這不年不節的，王後何以賞我？孟昭氏，你是王後的陪嫁應女，自你到秦國，王後一直把你看成心腹之人。論親疏，羋月是王後的親妹妹；論容貌，那景氏也不輸於你。可王後還是選中你首先為大王侍寢，可見她對你的器重。是。因此，你與王後一榮俱榮。眼下王後正受挫折，身處困頓，正是用人之際。你要用心好好服侍大王，讓大王對王後回心轉意。王后對臣妾恩寵有加，臣妾定不辜負王後。大王，大王，芈月有一事不明，要向大王請教。說吧。芈月聽說，咸陽有一女子，在家是好女兒，在外是好媳婦。有一日，娘家人和婆家人一言不合，動手打了起來。都喊那女子幫忙，弄得那女子好生為難。大王，可有處置的辦法？若那女子想做婆家的好媳婦，就該一心幫着婆家；若她想做娘家的好女兒，那就休婚，回娘家去吧。難道就不能兩全？不能。也沒有是非對錯？當然有。那誰對誰錯？誰來評判？那就要看誰人說，對誰說。怎麼說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大王，芈月為了王後的事情，已經往大王的承明殿跑了好幾次了。那小丫頭倔強，但對王後倒是忠心耿耿。既然如此，不知為何王后安排身邊的應女侍寢，卻從來沒有芈月。誰都能看得出，芈月的心思不在這裡。回去替寡人傳旨，把楚國那些被俘的將領們都放回去吧。是。哎，你這是把寡人往哪裡帶的？大王要去哪兒啊？是你把我帶到這裡來的。大王日日忙於公務，難得到園子裡轉一轉。前一陣兒啊，這兒的菊花開的是要多好有多好啊，眼下呀都快開敗了。拜見大王。免禮。你們在做何事？今日是吉日，臣妾特地沐浴更衣焚香，前來採集花草，以供奉在臣妾房中神龕面前，貼
替大王和王后祈福。为寡人和王后？是。都祈了什么福啊？大王英勇神武，威冠群雄。王后贤良淑德，风华绝代。臣妾想祈求上苍的神灵，保佑秦國風調雨順，保佑大王和王後恩愛和睦，更要保佑大王即將出生的嫡子康泰平安。只是祭祀祈福要有虔誠之心，你这花紅柳綠，只怕諸神會怪罪。你還是洗淨脂粉，重新沐浴更衣，再做吧。姑姑，您看我舞的如何？你这剑是打哪儿來的？是魏少使的兒子公子撞的。你拿人家東西幹什麼呀？是公子撞他丟棄的，我在草叢中撿到的。你看，都生鏽了。呼，嘿，哈，呼。好久不见主人，思念得很呢。他是思念草原的风声，旷野的遼闊，想讓我帶他出去。你不會真的想要離開這兒吧？我一直打算，只要找到幕後真兇，報了仇就走。可直到今日，一事無成。眼下舒姐姐又有磨難。我自然更是走不了，所以你鬱悶得很，就來找他了。你說我該怎麼辦？事事都毫無頭緒。你有難處，何不去求我父王開恩幫忙？世上可以欠錢，但不可以欠人情。大王若是開恩，我兩手空空，無以回報。你是王後的陪嫁，你可以侍寢呢。父王可以給你名分，為你遮風擋雨。你知道我心裡有人，雖然他已經不在了，可他一直在我心裡。樹上的葉子已經開始發黃了。孟昭是這個無用的東西，奴婢花了那麼多錢疏通，他好不容易見了大王，竟然幾句話就被大王打發了。真是怪不